上文说到，徐凤年隐藏身份混入鱼龙帮，准备跟随鱼龙帮的宋彪人马进入北莽，但在通过盗马关的时候被刁难，夜晚遇上了周自如带领的边军阻拦。在王大石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徐凤年出手拿下了赵颖川。接下来他又要怎样脱离险境呢？北莽之行又能否顺利呢？原本徐凤年是不打算出手了，对于鱼龙帮这样一个三流帮派的死活，他一点都不在意。之所以会出手，不过是念在王大石对他还不错，在这个傻小子的身上，徐凤年看到了同样不太聪明的老黄的影子，所以才出手救下了他。徐凤年出手这一幕，把其他鱼龙帮的人吓得不轻，他们没想到在这北凉的地界，徐凤年竟然敢出手杀北凉军。要知道，这可是死罪，而且还会连累到他们。见到这种情况，原本一直躲在后面的二帮主萧枪站了出来，扫了一眼地上的尸体，他知道鱼龙帮这次大概是要完蛋了。为了保全自己，他对着徐凤年呵斥道：“姓徐的，你可知此人是北凉边军？你怎敢杀他？我鱼龙帮绝不和你为伍，你自己滚出去和官府请罪！”这番不要脸的话语直接惊呆了众人。要知道，徐凤年出手可是救了鱼龙帮啊！这萧枪不感谢也就罢了，竟将责任全部推到他的身上。此时涉世未深的刘尼荣对于自己师父这种不要脸的人十分唾弃，以前还觉得他有剑仙的风范，没想到此前的气度都是装出来的。转头望了望徐凤年，对于这个为了救自己的人而卷入风波的人，他十分的愧疚。不过这种小场面对于徐凤年来说就是小儿科，2次江湖游历，什么场面没见过呀？武帝城教本王先知，广陵江畔挑战广陵王，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他，此时根本不把这些小事放在心上。徐凤年出手救下刘尼荣和鱼龙帮，却被二帮主卸磨杀驴，推上风口浪尖儿。对于徐凤年来说，萧枪玩的这些小伎俩，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见惯了。小时候的他接触的都是一群老谋深算的北凉官员，因此就萧枪这种小心思，在他的眼中连入门的水平都没达到。对于这种言语，徐凤年也是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样子，反过头来对着刘尼荣说道：“今天这个事儿，想要保全鱼龙帮，恐怕只有刘姑娘嫁给周自如当二老婆了，到时候成为了一家人，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？”那萧青听到这个提议，立马露出了自己的小人嘴脸，嘴里连忙应声道：“尼荣，你师父我为了鱼龙帮打拼了已经20多年了，这么多年我可有半点对不起鱼龙帮。师父知道你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，现如今这种情况，为了鱼龙帮的发展，即便是受些委屈，你也要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。只要能和周自如牵上线儿，以后鱼龙帮的发展就不用愁了。”听完这段不要脸的话，饶实老实的王大石此时也被震惊了。他没想到一向被自己当成偶像的二帮主竟然是这副嘴脸。刘尼荣脸色煞白，此时哀莫大于心死，对着萧枪说道：“萧枪，你我的师徒缘分到此为止，我刘尼荣绝对不会和那周自如委曲求全。你想要活命，现在走还有机会。”听到此话，那萧枪冷哼一声，随即转身就走了。这个时候，一直故作坚强的刘尼荣终于崩溃了，在众人的面前大哭起来，哭着说道：“这不是我想要的江湖。”徐凤年看着刘尼荣这么脆弱，索性也就不再逗他，而是开始分析起如今鱼龙帮的形势。书接上文，鱼龙帮押镖队被周自如带领边军包围，徐凤年出手解决危机。作为北凉世子，徐凤年对于北凉的官场十分熟悉，于是就开始分析起了如今的情况。他对鱼龙帮的众人说道：“再坚持一会儿，事情就会有转机了。”就在他安抚鱼龙帮的众人时，外面的周自如却不再等了，带着一小队边军冲了进来。看着全副武装的北凉边军，鱼龙帮这些小喽啰就差吓尿了，大气儿都不敢出。周自如上来后，看着倒在地上哭泣的刘尼荣，嘴角露出一抹邪笑，就要伸手去抓住他。刘尼荣经过了几番打击，此时已经接近崩溃，面对周自如的魔爪，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就在这时，瘫倒在旁边的王大石又冲了上来，可他终究是太弱了。那周自如面对王大石的冲击，周自如反手一刀捅进了王大石的胸口中。这位厚道的老实人就这样送了命。看到王大石为救自己而死，成了压死刘尼荣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绝望地看着周自如和如今身后战战兢兢的鱼龙帮众人。刘尼荣知道，如果自己今天不从了周自如的话，鱼龙帮的人
一个也走不了。心一横的他正要答应，没想到有人比他更快，徐凤年出手了。看着对他不错的王大石死在面前，徐凤年怒了，上来哭哧一脚就给周自如踹飞10几米远。就当他准备一刀解决这位将门少爷时，他所说的转机终于到了。只见100多位骑兵轰轰烈烈地赶到，骑兵的队伍当中有倒马关的副将韩涛，还有前来巡视的黄埔秤。作为倒马关2把手的韩涛，一直和周自如的爹不对付，他想尽办法要坐上周自如他爹的那个位置。正好这次趁着黄埔秤前来巡视的机会，韩涛想要借机打压一下周自如的气焰，因此眼下的形势，鱼龙帮的生死存亡就是黄埔秤一句话的事儿。上文说到，徐凤年混入鱼龙帮后，唯一一位对他好的兄弟王大石被杀死，徐凤年出手要为王大石报仇。就在这时，一位徐凤年熟悉的人带着一队骑兵赶了过来。黄埔秤的到来让徐凤年收住了手，他知道只要他来了，今天的鱼龙帮算是脱险了。事实也正如徐凤年所料的一样，黄埔秤知道韩涛想要打压周自如父子，但他来之前已经收了周自如的钱，而这边韩涛的钱他也收了，因此他要做的就是两不相帮，他两边都不帮忙，也就都不得罪了。就这样让周自如带兵回去了。原本周自如还想把打了他的徐凤年给拿下，可在黄埔秤的眼神逼视下，也只能算了。殊不知黄埔秤这是救了他一命，否则徐凤年一刀就能给他宰了。因为隐藏了身份易了容，黄埔秤没能认出徐凤年，而徐凤年此时也不想将事情闹大，毕竟他的北莽之行就是要隐蔽低调。不管怎么说，鱼龙帮算是逃过一劫了。刘尼荣在周自如等人走后，也终于是缓过了神来，重新恢复了领头人的镇定，送了些银子给边军，也算是破财免灾了。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萧枪竟然回来了。见到危机解除，他跟啥事儿都没发生一样，悄悄的就回来了。论这脸皮厚的程度，绝对可以堪比倒马关的城墙。而刘尼荣看着他也没有再说什么，他的实力不够强，此时也只能忍着。这就是底层江湖人的无奈，不是谁都可以像李淳罡和邓太阿那般逍遥自在，随心所欲。对刘尼荣来说，实力不够强，靠山不够硬，很多事情就是身不由己。书接上文，鱼龙帮危机解除，徐凤年看了眼王大石的尸体，拿了些银子给收拾残局的鱼龙帮众人，让他们找个地方好生安葬他。而对于杀死他的周自如，徐凤年显然是不可能放过的。一夜过后，第二天一早，徐凤年来到街上买包子，正好碰到了之前的小男孩赵佑松，看着他们正和一群孩子玩耍。赵佑松看着徐凤年来了，故意提了提嗓门说道：“大哥哥，昨天我回到村里和他们说摸过你的刀，他们都说我吹牛，都不信呢。”徐凤年摸了摸他的头，笑着说道：“佑松可没吹牛啊。”说罢又去买了几笼肉包子给了这些孩子。就在这时，徐凤年看着一队骑兵朝着佑松家的方向而去，赵佑松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放下包子就往回跑。徐凤年也觉得不对，于是跟着一起去了。赵佑松的娘亲叫做许清，是个身段妖娆、姿色上佳的女子。虽然出生在北凉，却更像是江南女子。嫁给佑松的父亲后没多久就生下了佑松。可是这段幸福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，她的丈夫就死在了战争之中。因为容貌出色，所以有不少有权有势的人看中她的美貌，想要将她娶回家。可她坚持守寡，一人把佑松拉扯长大。而这对骑兵来的目的，则是某位当地的官员得知黄埔秤巡视倒马关，便想将许清这位大美人送给黄埔秤。这对骑兵正是来抓人的。